香港最後一個才子蔡瀾先生過身，享年83歲。今日嚟講下佢嘅故事。蔡瀾佢係潮州人，但係佢屋企人呢下南洋啊，所以1941年佢喺新加坡出世，後來先至移居到香港嘅。佢同寫武俠嘅金庸、寫科幻嘅倪匡以及寫歌嘅黃霑並稱為香港4大才子。咁蔡瀾自己呢最拿手就係寫美食啦。咁佢點樣入到美食呢一行嘅呢？就係80年代嗰陣啊，佢帶新加坡嘅屋企人去香港旅遊，去咗一間飯店嗰度食飯。嗰間飯店呢啲價格好貴，出品又好差，最難頂嘅就係服務員態度極之惡劣。咁啊，蔡瀾一嬲之下就喺報紙度寫咗篇文章去鬧呢間飯店，點知一炮而紅喎。從此之後，報紙、電視台都揾佢約稿，嗌佢寫美食評論。淨係寫美食都唔夠過癮，自己落埋場做美食生意。嗱，佢92年嗰陣發現日本人咁中意飲茶，但係日本市場居然冇一款普洱茶嘅罐裝飲料啊！佢見到呢個市場空白，就將中國嘅普洱茶變成罐裝飲料喺日本推出，大獲成功。後來90年代喺香港開咗蔡瀾美食坊，而家喺國內啊有超過100幾間蔡瀾美食門店啊。但係佢揾嘅第一桶金呢，並唔係做美食，而係拍電影。喺佢20歲仔嗰陣已經喺香港影壇揾食啦。成龍嘅《城市獵人》啦，等幾十部大片都係佢監製嘅。佢係同黃霑同埋倪匡開咗香港歷史上最大膽奔放嘅一檔節目，叫《今夜不設防》，邊飲酒一邊食煙，咩都講得㗎喎。蔡瀾嘅寫意人生仲體現喺感情上啊！佢一世人有61個女朋友，最多試過一腳踏5船啊！不過呢，佢係冇仔女嘅，所以佢年老之後呢，一個月使50萬住喺香港嘅海景酒店，請8個工人嚟照顧佢。金庸先生就話啦，蔡瀾係佢見過一個真正瀟灑嘅人，就算遇到人生嘅失落同埋唔愉快，佢都能夠一笑置之。